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趙佐榮，又到咗呢個星期吉 Sir 吉老師香港信息科技界專業人士 MM 一起做嘅錄播直播節目啦。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兩個現代版嘅大衛同埋哥利亞嘅故事，一個關於弱小與強大、勇氣與智慧、團結與信念嘅永恆預言。大衛與哥利亞嘅故事出自聖經撒母耳記上嘅第17章，講述咗牧羊人大衛憑借信心與智慧，用投石帶同埋石子擊敗咗非利士巨人哥利亞，贏得戰爭勝利嘅經典故事。呢個故事象徵住以弱勝強、信心戰勝恐懼嘅精神，通常被用嚟形容處於弱勢嘅一方戰勝強大嘅對手。呢個故事話俾大家聽，大衛之所以能夠贏，係在於佢並未按照常規嘅肉搏戰模式，而係利用咗自身嘅速度同埋遠程嘅武器，並且全心信靠至高者嘅幫忙。呢個故事時常被引用，鼓勵人們喺面對絕望嘅困境或者強大嘅敵人嘅時候，保持信念，同時係尋求解決嘅智慧。以上關於舊約聖經撒母耳記上嘅內容係節錄自谷歌提供嘅互聯網社交平台，有關嘅鏈接大家可以喺呢個視頻嘅說明欄入邊找到嘅。至於我今日講嘅第一個同埋第二個現代版哥利亞嘅故事，指嘅都係同一個哥利亞，嗰個並不美麗嘅超級大國。佢所扮演嘅呢個哥利亞係點樣嘅呢？第一個現代版嘅哥利亞嘅故事講嘅係上世紀50年代初，現代版嘅哥利亞率領17個國家嘅軍隊響朝鮮半島被打敗嘅故事。邊個打敗佢呢？東方大國啦。點解呢？最近幾年大家響電影院入邊相信都可能欣賞過呢個故事有關嘅兩大戰役，就係上甘嶺戰役同埋長春湖戰役。從嗰兩大戰役入邊，大家都睇到東方大國嘅志願軍並冇任何嘅飛機或者先進嘅裝備之下，竟然打敗咗當年已經飛揚跋扈、囂張狂妄嘅現代版哥利亞。結果係咩呢？東方大國打出咗國威同埋軍威，成為人民志願軍英勇頑強精神嘅象徵，亦都換嚟咗東亞地區幾十年嘅和平。講到最近發生嘅現代版大衛擊敗哥利亞嘅故事，雖然當下死性不改嘅哥利亞並未好似佢當年咁樣潰敗折返大洋彼岸，但係從種種客觀嘅跡象同埋大家可以信賴嘅媒體報道睇嚟，當前嘅哥利亞同埋嗰個反過嚟操縱呢個強大哥利亞多年嘅嗰個中東地區小霸王，佢哋嘅基地同埋主要設施而家已經被嚟自波斯帝國嘅大衛打得稀巴爛。我講嚟自波斯帝國，講嘅係曾經嘅波斯帝國。呢兩個一大一小、狼狽為奸嘅現代哥利亞綜合體，以下簡稱綜合體。呢個綜合體擁有壓倒性嘅科技優勢嘅軍隊，同埋裝備住最先進嘅武器，掌握住龐大嘅資源，幾乎無人能敵。眾所周知，現代版嘅大衛係曾經輝煌過嘅波斯帝國同埋佢嘅領導班子。呢個帝國同埋佢嘅領導班子早已經淪為一個小國，一個被壓迫嘅民族。佢哋手中冇核武器，只有無人機同埋未必足夠嘅彈藥。但係呢個領導班子嘅大衛冇屈服，佢哋明白真正嘅力量不僅係嚟自武器，更加嚟自人心。領導班子號召佢哋嘅同胞們團結起嚟，用智慧彌補武器嘅差距，用意志對抗敵人嘅傲慢。佢哋利用地形打游擊戰，用信息戰擾亂對方嘅決策，用全民動員嘅韌性消滅敵人嘅內心。最終綜合體嘅鋼鐵天網響小國呢個大衛領導班子鋪天蓋地嘅廉價無人機襲擊之下被穿透咗啦。我哋睇到綜合體嘅高科技武器始終冇辦法摧毀呢個民族嘅信念，佢哋嘅金錢同埋權力亦都冇辦法收買呢個民族
入邊嘅任何一個國民。大衛同佢嘅百姓用不屈不撓嘅精神，證明咗真正嘅強大唔係武器嘅數量，而係人心嘅凝聚，亦都唔係科技嘅領先，反而係信念嘅堅定。朋友們，歷史無數次咁樣話俾我哋聽，當弱小嘅群體團結一致，當佢哋拒絕恐懼、拒絕屈服，當佢哋用智慧同埋勇氣去戰鬥嘅時候，最強大嘅敵人亦都會被擊敗㗎。今日嘅世界仍然有好多大衛響度對抗佢哋嘅哥利亞，佢哋可能係被壓迫嘅民族，可能係爭取自由嘅人民，亦都可能係為正義而戰嘅普通人。佢哋嘅故事提醒我哋，只要團結一心，就冇不可戰勝嘅敵人；只要意志堅定，就冇不可逾越嘅高山。呢個視頻講到呢度為止啦，請大家繼續支持同埋廣傳吉 Sir 吉老師同埋我嘅香港識頻道。呢個視頻嘅文字版，大家可以登上百度或者谷歌搜尋家國明星多媒體平台就可以找到㗎。平台嘅網址亦都上載到呢個視頻嘅說明欄入邊。多謝大家，拜拜。